喂，一起来，那就来旁安来吼。你出脚干嘛剃头啊？然后出脚有牛下下娘。什么嘛写的多多啊的呀嘛，写的多多啊把了家哦，我就嘛写的漂漂啊嘛，了家个那你出家啊嘛的多的。什么嘛写的多多啊呀嘛，写的多多啊，咪呀好吃卡搬家当多了的，啊大老弟嘛写的漂漂个活弄这个活肉当漂的。我这个活肉当漂个闹下下面不都家娘烧的那的，啊桥路啊牛马漂个儿女溜的破路。啊，牛马漂的后路老家漂老面的，啊，桥路啊牛马漂到那个的破路，啊，牛马。漂亮个牛马个小马完了，女老面你溜的，牛马桥当个小马完了，牛马腿抽个脚马完了，女老面后，什么嘛写的多多啊。咪呀嘛写的多多个活弄嘛没有，还要娘来了，马龙要还要帮咱妈了你老面的，我还嘛没啊，要还要娘马龙了要还要帮。咱妈了都呢，不都家娘听那瞧到我米秋俺妈面你了的，米秋家米胖子鸡，带来呢活糯米片椒，还得我在家姑大个的很个那。啊，稻谷或者上稻那活稻那谷个嘛，那嘛光的来面的，晓得我没错，阿妈没错家没胖子鸡，带一来个我陪老到大山陪通车么到大山学你了的。活糯米片，婆手枪片了嘛个活糯米片哟，上当片个了呢，米出家米胖嘛鸡了，家拉他呀。米片叫送两片，妈了，活
混糯米偏糯啊，不说的啊，偏那个的，米偏不说吃啊，偏个那个的啊，吃破喽。啊，牛妈表拉他家哦，在后路啊老家，婆拉他家你了下下家，嘛大姐做嘛上了你下拉家，嘛到了面的，做嘛上了你。下了他家那木啥也嘛的，我还可以嘛这里，下了了外面送下了妈妈怕伢你留的，吵叫俺妈听的，然后好个啥办不？那妈妈去。家了他那不都家娘听那下下的，都来拍车提把马尾，你外面送下来，就拍家买了，我下来呢拍苗拍伢后。不都牛少一那我爱喝啊，不都家牛少一那那个小么牛少一斤，啥个嘞我，咱们个办的把龙通龙嘛个那啊的火有粗的那有人。啊我混到破路啊，牛妈表拉他家的你了的，在后路啊老家表拉他家了，下来俺那下啊瞧嘛叫怕伢了那个伢。咱来提前马上来下伢的，到了那提前马过，来下伢的觉得生活米不急用，马来了弄的，送面了米不来叫嘛。来了侬，我那我去下了好呀一年嘛够了嘛的，什么下了我了啊，一个嘛够了，明下就下要了吧嘛不。来家老妈的，出叫哈提的，你的儿子当的，不懂说天哪了弄好啊，家娘说天哪了弄那个什么娘说的紧，让我觉得米不急用那个的。生活米不急用那个，嘛那吃票当个不就嘛，上了你下了伢的不都牛少呢？都来拍车的把马尾，了你下。拉伢的嘞，都来拍车的把马尾嘞，上个出叫那马蹄的，那那姐你了的的，
那都第二天的，哦，他叫那么天的，那个那个，很多啥都天个天好大啦，面哦啥皮天个天是大。拉面喏，但那就夏天个天吧，比拉面你了的。那就夏天个天吧，比较胡老啥来嘛叫来那个二娘嘛下啥来嘛叫下那吧，一来带来胡老嘛买啥。来嘛叫来啊来，活弄活买那把不来带啊来，通拉面你了的，都来拍车提把马尾，另外啊卡西把拍卡老弄忙个来拉娘喏，啊卡红西把拍卡，忙个呀来那让红拍路啊。来咱们来那个面你的我家当嘞，叫得多了呀，那都得都马边弄了弄汤烧呀个问买来呀，不到农家农草田那了弄的。他叫俺妈听的，然后叫他米不急用那个俺个的，那时候米不急用那个，我还我去下了好呀有个那他面你了的，什么下那个喽？有个那他娘，几老张不断，那老拍手好过下好。然后个那面，马天个来马进，农娘下下娘，这边面拍人家面溜。哎，你呢？我你说那老那别来的，俺就看不了嘛，没有下不来，没下来那能买几嘛烧面。我们那个平时学过菜回来，面来面了。